祝咱兄弟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拜时咱有经过一个风足大的风台吼，真正是风吼。啊，我有看到咧网站的消息吼，你知影文山区有几户停电无？26000多户，对。啊，受影响的人哦，如果咱来乘上3就好了，大概快8万人，嘿啊，受影响啊。其他区的吼，听讲是拢几百户而已啦。所以咱即届文山区受风台吼影响足大吼，啊，咱路树嘛拢倒了了。听讲怀恩隧道甲新爱隧道拢封起来，啊，透早有通吼，啊，这真正影响啊。我记得自细汉到大汉吼，敢若离我国中进前吼，捌拄着遮尔严重的风台吼。啊，其实嘛感谢主啦，有保守。目屎我敢无听到有人有受伤，还是安怎吼？啊，敢若有一寡车去跌着啦，嘿啊。啊，这当家感谢主吼。啊，经过风台了，咱有看到今日真正是天气真好，啊，温度拢适中吼，啊，这拢主拢守护咱，啊嘛保护咱吼，咱来感谢主吼。啊，咱即马路上啊，佫有真侪会友来吼，咱要开始今日礼拜，咱下头来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感谢你，拜是阮经过一个风台，阮知你有大气力，你嘛有大疼趁。虽然目屎有受到真侪影响，啊，毋过阮每一个人的身躯拢无受到真大的伤害，嘛感谢主继续保守。经过了风台了后，今日你有想出一个好的天气，互阮来到你的面头前来，你的殿园来过来敬拜你，求主你祝福，也保守每一个参加你聚会会友，互因有心安宁，会当静静来听探主你的道理。阮将今日的聚会恭敬奉献伫主的面头前，阮来祈祷，拢会靠主耶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头头恩年长老有讲吼，咧风台有够大，啊，因为我是住伫景美溪边啊，啊，所以风有真有够大，足一年，毋捌拄过遐大，所以伊伫吹的时候，我拢毋知影是咧地动还是咧风台安尼摇甲安尼吼。但是真感谢主吼，咱拢有受到上帝保守吼啊。虽然安尼感觉足惊吓的吼，啊，敢若足恐怖的，毋过咱拢有平安吼。今仔日咱阁来到上帝面头前，咱同齐来敬拜上帝。咱提先来看，今咱今仔日要唱的诗吼，272首，272首，阮爱上帝圣殿吼，咱大家拢来到上帝面头前，咱来敬拜主。咱第1节甲第2节，咱来用念一遍啦吼。来，请。阮爱上帝圣殿，救主荣光凸显，伫遮有大欢喜，赢过世上无比。这是基督的厝，自己交陪我主。上帝伫遮施恩，接见受敬恩群，见吼接见。好啊，咱因为这底啊，搁这首歌其实咧古圣诗内底嘛是有，所以咱这5节咱拢甲唱过吼。好，请。我爱上帝圣殿，救主荣光凸显，伫遮有大欢喜，也过世上无比。这是基督的厝，主接交陪我主，上帝伫遮幸福，接见受敬有君。我爱我名的话，团主奇妙
请咱搁献开373首。373首，救主耶稣我立志。咱受洗时，咱拢伫上帝面头前，咱立志吼，要军队做一世人吼。来，救主耶稣我立志，唱2节就好。救主耶稣我立志，愿我面对我主，万里熊熊顾我主之好朋友，救主那条我心里，高派高赞我娘，救主错我来亲近，加入我当的家，毛主所夸为了我，世界的派我行，救主也甲我同走，我听理想，对的是上美爱我，为我的我心爱，救主救你我我，可你就会受好。我来咧吟诗的时阵，我拢爱甲伊当做祈祷的诗，因为感觉伫上帝面头前咧吟诗足欢喜的吼。啊，这嘛是咱伫甲上帝对话的时阵吼，我感觉我拢定定感觉讲用迄个祈祷的心来唱吼，搁较咱搁较会感动安尼吼。好，请咱献开405首。主上帝，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。当然，咱的主毋是早起时才要听咱的声吼。咱什么时阵上帝拢会听咱的声？总是咱是要来到上帝面头前，咱要来敬拜，咱嘛是用祈祷的心。无论咱今仔日的吟诗，咱今仔日的祈祷，也是咱听信息，上帝甲咱伫地，愿上帝拢听咱的声。好，对，我想要甲伊，因这首歌本来是较慢，无讲足慢，但是我特别咧出来时阵，拢用伊的速度伫唱。但是咱来敬拜上帝，咱来甲唱一遍较活泼、较紧一些的，好无？试看觅。好，来。主上帝早起时，你会听我的声。早起时，你对你把海的我的祈祷，毋茫你我要记你写的，你照亮你给我的真主，我心一遍，咱用正常的速度，用祈祷的心来慢慢唱，来准备咱今仔的敬拜。来，主上帝早起时，你会听我的声。早起时，我要对你摆了我的祈祷，毋茫你我要记你显灯，照亮你给我的真主，我心坚强。
请咱安静心，准备来做礼拜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，互阮满足，互阮一世人欢喜快乐。请咱做伙来吟诗，俄罗上帝圣诗第272首，圣诗272首。阮爱上帝圣殿。阮爱上帝圣殿，救主阳光凸现，伫遮有大欢喜，赢过世上无比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阮爱上帝圣殿，救主阳光凸现。只有大欢喜，赢过世上无比。这是基督的厝，做这教会我主。上帝伫这
请坐。请咱用主的祈祷文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愿伫天年的庙，愿你的名声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愿日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启用，咱过来互相启用。启用文第43篇，启用文第43篇也是以赛亚第12章。启用文第43篇，伫迄日你会讲：虽然你有对我受气，看，上帝是我的拯救者。主上帝是我的快乐，我要唱歌称赞。伊是我的上帝，我要称赞伊。恁会对救恩的水泉欢喜唱水。伫迄日，恁会讲：将伊所做伫立邦报扬。恁着唱歌称赞上主，伊的作为真显赫。住伫世间的人啊，着欢呼唱歌。这时，咱三甲后头来祈祷。阮的天父爸爸上帝，我们搁一届感谢你的恩典，你互阮平安过了一礼拜，但搁一届组织伫你的面前，要来敬拜你。清早时，阮爱来见你的面。7日的头一日，阮也要伫遮摆设祭坛，来荣光你的名。主，阮要感谢你，伫阮的一生。你做阮的牧者，带阮到伫天翠的草坡，互阮啉食。你陪伴羊潮来保庇阮，你也救阮脱离对敌的陷害，引带阮行伫正路。主，伫这个年底要到的时，阮也要为着教会的逐项活动献上阮的祈祷。阮伫感恩节有见证音乐会，也有感恩节的爱餐，互阮搁一届来算效你互阮的恩典。伫圣诞节，阮也有庆祝会，也有感恩礼拜，也教会的布置，也有少年团契连续4礼拜的圣诞活动，也有报佳音。主，求你还通透过这活动，让世人来报扬你降生的大欢喜的好消息。主，阮伫后礼拜也要举行2025年曙光研讨会，阮特别要献上阮的祈祷，各种职甲各团契要做伙来组织，为着教会的一年度的工作，一齐来计划。我们特别求主赐落智慧，伫阮的心上，互阮所计划的拢有合得你的旨意。主，阮也要感谢你，你有差派本堂科牧师甲你传道来到阮中间。来有份伫你的时光，
主，阮要特别为着因祈祷，求主你的快乐甲因伫地，扶持因，帮助因，嘛甲因的家庭伫地，大大祝福伫因的面顶。主，这时我们开始阮今日的礼拜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圣经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26章19节到29节，新约164页，《使徒行传》26章19节到29节，请咱三个来看。阿基伯王啊，所以我无威力对天所显现的，就大声伫大马色，后来伫耶路撒冷甲犹太的全地以及外邦，劝人着反悔来归向上帝，惊代志甲反悔相合。因为安尼，犹太人伫第年掠我，要杀我。若是我得到上帝的庇佑，到今日要得地，对大甲小做干净。所讲的，无毋是遮的先知甲摩西所讲要教的事，就是基督怎样着受苦，搁怎样做头，用死人国外的事来传播光明，予这个百姓甲外邦。保罗安尼分述，非斯都大声讲：“保罗，你得讲啦！你的做学问，互你变做讲。”保罗讲：“非斯都大人，我毋是讲。”我是讲真实端正的话，因为王知这个事，我也好胆对伊讲，是这个事，我深信，无一项隐瞒伫王，因为这毋是行伫偏僻的所在。阿基伯王啊，你信这个先知嘛？我知你信。阿基伯对保罗讲：“你想用小可苦劝，要互我做基督徒啊？”保罗讲：“我求上帝，无论用小可也是大，毋但互你，也要互今日既若听我讲的，拢甲我一样，独无这个所人。”这是献诗，圣歌队要献诗，因要献的诗是救主愿意做我的牧者。
题目是说服，说服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，阮搁一届献上感谢。过去一礼拜，阮拄着风台的风雨，你保守看顾阮，互阮有平安。你看顾阮，互阮领受你的恩典。这时节，阮来到圣殿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站，带领阮，互阮继续跑走伫你为阮备办的道路。恳求圣神这个时刻运行伫阮中间，开阮的心，互阮明白你话语的旨意。阮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的题目是说服，就是要跟别人讲到别人听得懂你说的话。说服到底伫什么时间会发生呢？咱想一下，你伫什么时阵你要去说服别人？伫你过去的人生的经验内面，你伫什么时间你要去说服别人来认同你的观点？也是伫什么的情形的下面，别人甲你讲，你会互受到别人所讲的影响，你互对方来说服啊？其实伫咱的生活内面，咱特不时时时刻刻，咱拢互即个世界的影响。比如讲，咱会伫咱生活中，互各种的即种商品来吸引。人若办活动，即个头家也是即个店面，因会用尽各种的方式，要互咱会当来购买伊的产品。咱有时安尼，互人说服了后，咱就安怎，就去甲买啊。咱会讲啊，咱互人促销去啊，咱互对方会将所讲的即个言辞来说服啊。咱买物件是咱较定定去看到互人说服一个方式，无论是对方用讲的，也是文字，也是图片，咱拢真简单，互人说服了后，咱一个冲动，咱就去甲物件买落来。不过，咱有时应该讲有定定时阵，咱嘛无容易互不对方来说服。比如讲，你家己的观念，你家己所信的这个信念，其实咧，咱拢无容易互对方，也是互别个观念来动摇。比如讲，今仔日，咱看到中东的这个局势，伫以色列甲其他的国家，因的纷争。因的战争的这个状态，其实伊拢有家己所支持的遮个咱讲的盟友的国家，伊拢爱用因所支持这个国家来说服伊家己，要攻击人，也是受到攻击的时阵，咱要去甲伊报复，要甲伊杀的时，拢有一个合理的理由伫个。伊爱说服遮支持伊的国家来认同伊的行动。毋那是安尼，咱看到伫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的内面，即个乌克兰伊就不断用美国、欧洲遮个国家来说明家己的立场，说明家己所需要遮个武器，一届搁一届咧说明，毋是每一届拢会得到对方的认同，得到所需要遮个医疗武器，但是伫国际顶面。咱犹原咧面对同款的状态，咱毋是每一届咧甲人说明的时阵，逐项都会认同咱。所以要安怎甲对方说明迄个内容，其实真重要。今仔日咱读圣经，今年度咱通过《使徒行传》，今仔日到26章啊，已经是要结束啊。我毋知伫过去这段时间内面，咱看到保罗为着福音这个信息。伊要传互更较侪外邦人，伊遭遇着遮侪苦难的过程中间，伊到底说服了偌侪人来认捌耶稣呢？咱当对保罗伫互哥林多的批信中间，伊提到家己受了真侪苦，进了监牢内面，受到鞭拍，面对生死的关头，也就是伊互犹太人。鞭拍误解，
互棍仔讲3解，互石头顶1解。伊拄着船只歹去，也拄着各种的危险，身躯顶面的折磨。所以，咱读到这个所在时阵，咱看到保罗，伊面对咧传福音的这整个的过程中间，其实毋是真顺利。其实，若在人所看的，伊受了侪的苦难。所以，咱看到第25章、26章的时阵，保罗互人关伫这个撒加利亚的监狱的内面。犹太人要求这个总督爱处死保罗，但是保罗是罗马的公民，这个总督佫找无保罗任何的代志，会当判伊有罪，袂当凊彩就安尼甲处置。伫这个时刻，拄啊好阿基帕王来到这个所在，所以阿基帕王伊是捌犹太文化甲律法的，所以对着这个总督费斯多，伊的建议是讲，你爱听看卖保罗的辩护。我想，伫迄个情景内面，毋那是阿基帕王，抑个费斯多以外，抑个有伊的阿基帕王的小妹，甲遮的所谓中官，甲遮所有的贵族，拢伫这中间。讲到保罗，伊是罗马的公民，伊有一个管理是，伊爱受到一个公平的审判。所以，伊若伫地方的法庭内面受到无公正的这个判断的时阵、审判的时阵，罗马公民伊有一条，伊会当直接讲，我要去到皇帝面前来，互皇帝亲身来审问。但是有一种状况例外，就是现场去抓到的杀人的，也是强盗的，伊就会当当场就会当判刑。保罗有这个权利，所以保罗已经坚定，伊要行这个以罗马公民的合法的这个权益。我想，毋那是安尼，因为咱对保罗所有的批信内面，咱会当看到一点，就是保罗一直想要往罗马去宣告，而且主耶稣嘛亲身甲伊讲话，讲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23章11节，伊讲迄暝主徛伫保罗的面前，讲放心，你怎样伫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嘛要伫罗马为我做见证。但是这个时刻，这个总督费斯都，其实伊是一个政治人物，伊已经决定啊，伊就是要将保罗送去到罗马去受审判。虽然经过2届审问保罗，伊嘛知影保罗无违反着罗马的法律的规定，但是伊欠缺是控告伊的迄个理由。费斯多伊毋知要安怎，所以就找到对犹太教甲基督教信仰即种分歧的即个真实的阿基帕王，照着罗马的律法，你若要去送到希律王，也是罗马皇帝的案件，毋那是爱亲身将即个人送去到罗马，而且佫要写一份报告去到皇帝面前。在这个时刻，阿基帕王来到这个中间，伊知影控告保罗这项事，伊无法度处理，所以伊找阿基帕王来帮助伊，会当找到要来控告保罗的罪名。这个时刻，保罗所面对的是，伊爱搁一届来为家己辩护，但是这个辩护其实毋是为着伊家己。伊爱为着信仰来做说明，所以第26章，咱若规章来读的时阵，这就是保罗伫阿基帕王面前的这个辩护。咱讲伊是一个辩护，倒不如讲是保罗真有气力的演说以及见证。保罗这时其实徛伫王的面头前，伊袂惊吓，伊嘛袂讲我胆。其实伊真知，伊真清楚头前的这个大人物，
伊用一寡话讲好话来称赞阿基帕王，讲伊是一位明理，伊是一位知影代志的王。伊掠掉即个王的吸引力、注意力了后，伊开始诉说家己的经历以及耶稣的过活。保罗所要证明的是，耶稣过活是犹太人祖先所毋忘的。伊要指明的是，耶稣就是基督。所以一开始，保罗伊表明的是，伊受过真严格的法利赛派的背景的训练，所以伫宗教信仰顶面是袂有问题甲乱来的。保罗要强调家己伫遮受到审问的一个真重要的，就是因为伊期待毋忘过活，而且即个过活的毋忘是对古早开始，因的祖先就得到的即个毋忘的应允。也就是讲，保罗伫即个审判整个过程内面，伊讲即个观念毋是伊家己所创的。毋是伊家己所想的，即个观念嘛毋是异端，因为毋忘过活的即个信息是对祖先开始的，是所有法利赛派人拢相信死人过活的一个毋忘。所以保罗讲遮个代志的时阵，我咧想，保罗伊的心内可能安尼咧想的是，伊颠倒无了解。即定控告伊的犹太人，因的逻辑到底是啥物？因为什么无相信上帝会互死人过活呢？但照着保罗的看法，死人过活才是上帝上奇妙的创造。但是犹太人相信上帝，用伊的话创造天地万物，这是犹太人所相信的。但是伊却无法度相信上帝会当用伊的话，互死人过活。我想这个点才是保罗感觉真奇怪的所在。保罗煞接讲，家己过去所犯的错误，伊明白这种的行为是无知的，就是伊去追杀军队耶稣基督的人。保罗无隐藏家己过去迫害教会的错误的行为，伊真清楚家己伫迄段期间的迫害，是出自一种宗教信仰的历程的内面。这种无知的行为，是透过这种行为，将家己的无知表现出来。保罗对家己这款的说明，其实就是咧甲在场的所有人讲。包括阿基帕王，包括这些官员，包括这些贵族，咱可以讲，犹太人只是对我的控诉，甲伊当年咧迫害基督徒是同款的错误行为。所以，咱会当看到，保罗虽然受审判，却是伊无为家己咧辩护。若讲伊真正咧辩护，嘛是为着家己所做福音的事工咧辩护，所以保罗伊一直咧做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伊努力咧做，就是咧见证耶稣基督的过活。保罗毋惊别人知影伊的过去，保罗毋惊人去批评伊，因为保罗伊真正悔改，伊无隐藏、隐瞒这一切的事。伊清楚表明家己过去有错误，伊承认家己伫迄段时间的软弱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毋知当咱咧拄着某种情境的时阵，你拄着迄种有一种状况，就是人咧迫害你，也是讲人咧威胁着你的时阵，我想咱人的软弱拢是我为着家己，我为着咱至亲的人，咱来做一个辩护。咱有可能伫职场顶面，伫公司的顶面，咱为着咱的长官，伊的政策、伊的理念，咱会替伊来说明。那呢，伫咱生活中，咱定定咧为着做代志咧辩护。总是当咱
面对信仰议题的时阵，你敢会为着你所信的上帝、你所信的耶稣基督、你所信的信心，来向人诉说你对信仰的坚持吗？我过去咧服侍教会，我带兄弟姊妹去做生命教育的这个事工。伫迄时阵，阮进入到一间国中的内面，经过的7年级，就是国一的学生，大约有13班到14班，那算起来人数差不多500-600人。每一礼拜拜三早起的第4节课，阮进入到班级的内底，规个年级、规个国一的学生，阮拢入去上课。迄阵通过生命教育的这种教材，互即阵拄上国中的学生，因拢会当透过生命教育的课程来明白生命教育所要传达的理念。当然，阮选择的课程毋是彩虹妈妈，阮选择的课程是另外一套，而且阮有留修改过。课程的内容拢是用圣经做基础。但是迄个时阵，我们入去各种学校内面，阮接到的学校内的信息是讲，宗教袂当入去校园，所以阮伫所有课程的内面的内容，阮拢袂当公开来说明讲基督教这种宗教的信仰，阮嘛袂当邀请学生来参加教会团契还是活动，总是。当有一届，我咧巡班级的时阵，因为13、14班嘛，有时出点小状况，我就爱去协助。有一届我咧巡迄个班级的时阵，一站楼、2站楼安尼咧巡，我突然发现一件代志，就是做班级的迄个窗仔门，也且迄前后的门，顶面拢搭着一张标语，你知影是啥物标语无？是朱济的近思语，然后拢足多。虽然近思语的话听起来拢袂歹，但是咱详细看哦，伊中间嘛用到咱圣经的话哦，伊中间用到施比受更为有福，这是出自咱圣经的话语。我就感觉真好奇，我就一班一班去看，就开始统计，拢总有几班有答，拢总有几张。然后我就想到，学校一开始甲我讲，伫上课的这个过程中间，袂当标明宗教以及相关的用词，所以我就去找这个辅导室的主任，甲伊沟通这种现象，然后嘛邀请伊去到我所登记的这个班级去看，拢总有这个标语有偌济。然后我甲讲，我讲，若是各学校的政策稳准打这张近思语，那呢，我伫阮课堂上课的这个过程的中间，阮所制作的这个 PPT、PowerPoint， 嘛要注明迄个圣经对倒一卷书出来，因为安尼才公平啊！伊会当答我袂使讲，安尼无公平。结果主任。甲我讲好，我回去研究，再甲你讲。过3礼拜了后，主任来找我讲，恁有通过还是无通过？有吼，因为我有讲就有嘛吼。伊甲我讲，经过因年级的会议，所有老师开会，伊讲，迄张近思语会当答。不过，恁生命教育的课程内容袂当招人去教会，总是恁会当标明圣经经文对倒一位出来。我想这是上帝恩典，互伫迄个所在，互正学生会当明白，这句话是上帝的话。所以过一礼拜，我随甲内底所有的文字
若是出伫圣经的，拢甲标明。比如讲，以赛亚书第几章第几节，拢甲标起哩。嘛，互每一位要去上课遮志工的老师，因会当了解，而且会当伫课堂顶面来做说明。我想，咱每一个人拢领受主的恩典，咱拢随时爱为主来做见证。这个为主做见证，毋是干咧讲信仰，毋是干咧讲圣经的故事，毋是干咧讲个人生命的经历。其实，更较重要的是，你愿意去说明，而且维护信仰。保罗就是安尼一个人。保罗一再咧诉说着家己领受主恩的过程，所以保罗搁一届咧为主做见证的时阵，伊大声讲着家己的经历，伊对过去无认耶稣基督，以及伊迫害、追杀基督徒，一直到伊热心来服侍上帝。这个整个过程，伊讲着，当迄阵要掠这基督徒，伊是听着祭司的命令，伊要往大马色去掠军队拘束的人。伫迄个路上，主耶稣向伊讲话，讲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你用牛，你亲像牛用骹去踢主人迄个有刺的棍仔，颠倒伤害了家己。这个有刺的棍仔，颠倒伤害了家己。这句话其实是犹太人用带刺的棍仔来叫精神来听伊的命令，来互精神往前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方法。这句话是因真通俗的俗语，意思是讲你家己讨皮疼。伫这个所在，毋是讲讨皮疼，是咧讲着保罗伊试过掠基督徒入家压，也是杀基督徒。讲这件代志对保罗不但没有无帮助，而且增加伊你以后伫心内、伫灵内面的负担。所以主要做用这种的讲法来甲保罗讲你一直想要迫害基督徒，你一直想要阻止福音会当传去，这是无路用的。因为上帝的旨意、上帝的道，毋是受到任何人来当阻挡的。保罗抑阁无清楚上帝进程，伊无法度顺服，伊无法度受到上帝的管教。但是主耶稣清楚甲保罗讲爱伊去做外邦人的使徒，伊爱奉差遣为上帝做见证，就是互即阵毋捌认捌上帝的人，毋捌认捌耶稣的人，因的目睭会当开，对黑暗归向光明，脱离撒旦来归向上帝。所以主耶稣讲：“我会救你脱离迄个百姓甲外邦人的手。”这就是犹太人一直想要杀保罗袂当成功的一个真重要的原因。保罗，咱看，伊过去有一个目标，伊爱维护着犹太教信仰的纯正，伊咧追杀基督徒。总是保罗有对上帝来异象了后，伊就放落伊原本的目标。因为保罗自细受了真严格、真好的教育，所以伊讲我专心服侍耶和华上帝。其实保罗若照这个方向去行的时阵，伊后摆应该是犹太宗教的领袖的一个人，但是伊放下伊伫地面上的目标，所以保罗得到主的启示的异象了后，伊随转变方向，伊一生努力向迄个所查的标来跑走。伊随时无论伫倒一个所在，无论即个时刻会当传福音，也是袂当传福音的时，伊拢向人咧诉说福音的信息。所以当保罗讲，伊带着即个锁链，即个锁链就是互人绑起来即个意思。伊咧面对
亚基帕王的时，保罗毋是咧求即个王将伊放弃，伊是咧即个王咧诉说伊家己过去的经历，以及上帝所交托伊的使命。所以保罗其实伫即个时刻，伊王遮的贵族咧讲话，伊掠着即个传福音的机会。所以咱看到保罗，伊真清楚咧说明伊宣教的使命是对耶稣基督来，是一位国外的基督的使命予伊的。而且即个宣教的对象包括了以色列人甲外邦人。为着是要互人相信耶稣基督，会当甲耶稣基督同过活，那亲像黑暗即日光明。保罗讲：“我无违背对天来异象。”这句话是一个真有力的话，因为保罗用这句话来表明，迄年伊伫大马色的经历是对天顶来的启示。嘛是因为有即个异象的启示，所以伊后来伫逐所在咧工作的时阵，伊就是为着过去咧迫害基督徒的错误甲罪过咧反悔，所以伊四过苦劝人着反悔归向上帝。我想保罗毋那是安尼，保罗毋那是讲尔，保罗反悔是甲实际行动做伙结合做伙，就亲像伊拄着国外主耶稣了后，伊虽改变家己过去的态度，伊无阁迫害基督徒，反倒转是真积极为基督的国外做见证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保罗遮尔努力，遮尔积极咧为主做见证，到咱今仔日所读的26章。22节到23节，就是整个这篇见证上重要的这个证词。因为伫这个中间，伊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的国活。耶稣基督的国活，嘛是对犹太人所亲信的摩西甲先知预言要发生的代志。也就是讲，整个圣经、规本圣经之中所应允的。拢已经伫耶稣基督的顶面来发生啊！耶稣就是先知甲摩西所预言，迄个要来这拯救者，因为国外所带来拯救的信息，所以保罗伊随时拢无袂记得爱说明国外，才是咱信仰中心的重要信息。所以保罗咧诉说伊的故事。一届搁一届，有机会伊就讲，但是在场的人、认捌伊的人，拢认为伊起笑啊，咧胡白讲啊。所以保罗搁一届咧说明家己的立场，讲伊所信的，拢是对耶稣基督来，这位耶稣基督就是国外基督。保罗毋那呢，保罗搁挑战这个亚基帕王，伊甲挑战讲。这所有一切你拢知，所以就问王讲：你敢相信先知？伊问这句话，就是咧甲王提醒你所明白的先知摩西因所讲的，伫这个时刻发生啊。所以保罗替王回答的是：我知影你相信，我知影你相信。但是亚基帕王对保罗讲。讲你想要用几句话就说服我成做一位基督徒吗？经文其实无记载亚基帕王伊的内心咧想什么，经文嘛无记载亚基帕王伊有成做一位基督徒无。但是我咧想，我咧要亚基帕王应该已经认同保罗的论述，已经认同保罗所讲的。所以，伊嘛清楚知影保罗所军队所宣扬的耶稣基督啊，伫早前做性命教育，伫迄个国中内面进行的，我想毋那是将上帝话显明出来，嘛是
学生知影上帝话是记载伫圣经的内面。通过即届坚持，其实嘛，互学校看见基督教信仰的价值，嘛，互学校认同教会所要做的代志。对学生来讲，即个课程也是活动，拢是互学生参与伫即个中间了后，更较明白了解基督教信仰。当然后壁有做一寡工作了后，渐渐有一寡学生进入到教会，来到团契。其实每一年所接触的学生真多，但是其中若有人因为安尼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那呢，我想每一位参与伫生命教育事工的同工，因拢完成了上帝对因的呼召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要互人来认同咱，其实无简单。咱有时爱用真多气力，咱有时爱用真长的时间。咱要互人来认同，咱要说服伊来认同咱的价值观，其实有困难的。那呢，咱所要诉说的内容，咱论证的基础，就真重要。也就是讲，你要所讲的核心的价值到底是甚么呢？当咱知影，咱信仰的核心是过爱耶稣基督了后，咱知影这个核心是过爱基督了后，那呢，咱爱坚持的，就是爱正确来传达上帝的听、上帝的话语、上帝救赎的恩典。所以我在想，有时咱唔免用真华丽的言辞，唔免用真水的遮的词汇，用真夸张的演讲的这个技巧，也是你有真多的动作，拢唔免。咱只要真真心、很真诚的，将咱所领受到的听甲恩典，通过你的嘴讲出来，通过你的行为显明出来，在你的生活中展现出，互人看见，互人听见。我想对方就会知影，会感受到咱所信的过活的基督。那呢，老师要上尾挑战咱大家，在生活中，你是怎样去说服别人呢？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在你的面前，我领受你的恩典，愿将阮所领受的，要向人来分享的时，愿主你，互阮聪明智慧，互阮知影用什么款的言语来向对方来分享。我愿上帝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内面。互阮对内面活出你话语的真心，互人看见就知影，阮是上帝你的囝儿。愿主帮助阮，互阮伫阮的生活中为你做见证，见证过活耶稣基督，见证上帝你的听。愿主帮助阮，时时刻刻提醒阮，互阮行伫你为阮备办的道路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这咱吟诗来回应上帝话，圣诗373首，圣诗373首。救主耶稣，我日子；救主耶稣，我日子，永远要缀我主。愿你常常困我主至好朋友。救主若踮我心里，
甲歹交战稳赢。求主带我来进前，正路稳当会行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主耶稣，我立志永远要对我处，愿你常常伴我主是好朋友，求主拿掉我心里甲歹交战稳赢。求主带我来亲近，正路稳当会赢。目睭所看袂迷我，世间的歹我行。求主应甲我同在，予我听你的声。对的是上要害我，为我点我心内。求主求你分我，互你手袂受害。求主你有应允愿，哪用真心对你？所调应过的所在，你情路保会去。打主耶稣我立志，永远要对我主。愿你常常伴我主是好朋友。准我看你的脚印，若无不敢去行。我真爱直对你，互你手袂得正。求你带招予我，扶持直到一世。后来伫天才拿我是好朋友是你。阿门。请坐，这是咱来奉献。当咱来到上帝面前，咱谦卑领受上帝的恩典，算效上帝所赏赐的一切事，咱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恩典，对内心准备奉献，求上帝欢喜接纳咱所献的时间、金钱、心智。
接来念奉献的诗。请坐。这是我来报告大声，咱来念今日的金句，念2遍。伊所欢喜的，就是耶和华的律法；每日三思的，也是伊的律法。诗篇第1篇第20。伊所欢喜的，就是耶和华的律法；每日三思的，也是伊的律法。诗篇第1篇第20。报告。后礼拜的圣工分担，领唱是何泽文弟兄、司礼柯关成长老、苏琴黄慧谦，献诗是少年团契，书献张建团兄弟甲黄亮轩姊妹，交代张建团兄弟甲陈丽华，音控陈佑珍甲周鸿邦弟兄。讲稿是吴国安老师。后日过来拜3的查经祈祷会是李传德主理，景伦执事属会。来周礼拜是吴国安老师来主理，罗马书5章第10到11节。好，咱看到第6页。报告甲消息吼，咱今年的圣诞节甲感恩节，伊对时间拢有，就是举行的时间拢改来伫中昼时，就是日要更的时啦吼。所以11月23拜六是中昼12点有感恩节的爱宴，吼伫咱共款一人一出菜，伫地下室甲旧堂，这先来登记吼，你要出的菜。过来是2点，有这个叫做感恩节的见证音乐会，这是敬拜团所主办，伫礼拜堂，伊的主题是跨越时空的敬拜，请兄弟会使邀请咱的朋友来参加。第3就是伫5点半，共迄日5点半，咱圣诞的点灯式，因为咱的教会总庭，咱遮会有装塔，有电火，伫5点半是要来。把这个电火来点起来，祝福教会所有的地区，邀请咱的兄弟，来唱诗歌来学乐。11月24就是礼拜日，咱有一个感恩节的联合礼拜，迄日无华语礼拜。伫圣诞节12月21日，拜六，咱有圣诞节的庆祝会，这个庆祝会伫下晡2点开始，嘛是原则上就是食暗以前结束，2点开始。12月22日就是礼拜日，咱圣诞节的赞美礼拜。12月24就是圣诞暝，咱有报佳音。今年原则上咱要走鸟空这条线，就是咱伫鸟空这条线附近的会友，咱要去甲因唱歌，去甲因祝福，报好消息互因。上尾要伫义圣长老因兜做一个结束。这嘛欢迎，尤其少年人真爱参加嘛欢迎咱教会青年人来参加。好，过来第2中执会开会通知，今日中昼12点半伫地下室1楼要开年度第6届的会议，请中执弟参加。第3，后主日11月70是台湾新航医的奉献主日，由台神的资料中心的主任吴国安老师要前来证道，请兄弟
为着新学院来代祷。第四，2025年的事工检讨会，就是后礼拜六到后礼拜日，牧师、传道师、中级团契的会长、职业校长、圣歌队队长、敬拜团团长甲同工，要前往宜兰2天举行退休会甲事工检讨会。咱第一届甲事工检讨会由甲教会外口去举行啦吼。牧师意思是讲，互这同工大家较专心一下吼。所以迄天礼拜日下礼拜人会较少啦吼。大家注意。第五，2025年的圣诞迄个圣歌队的同工改选，队长是郭金敦，其他指挥蔡杰欢老师、苏琴、曹伟玲老师，财务尹爱玉，记录是黄淑曼，谱务甲投影是柯玉佳。第六，恭喜生囝，主席过来啊！咱朱慧安姊妹就是迄个叫做荣誉长老的新妇，11月初2生一个查某囝，母女均安，嘛恭喜陈家军兄弟甲张慧安姊妹愿主祝福伫因身上。好，咱今日有新来的朋友要介绍无？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无算新来啦，就是足久真正足久有伫咱教会做牧会牧师。即摆伊是柯崇新牧师，对甲伊后生柯恩生，对，因有来有咱会转来咱教会啦，安尼。因即马伫大安教会，50年前，对，欢迎，就是会后大家可以跟他们叙叙旧这样子，谢谢大家。我牧师58年前伫咱遮算传道还是牧师？传道，所以因为咱的牧师无几任啦，所以迄阵是传道伫咱遮服侍。真欢迎，甲伊的后生佫倒来甲咱遮欢迎。好，咱即时来行平安礼。请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才上帝行进。拢请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请做上帝的子民。因为耶稣，请做圣，因为耶稣的光明。咱有过我的人生，欢喜享受主的名，欢喜家人的主听。
所行。请咱议员徛咧，咱来吟每遍的诗，俄乐上帝万福本源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要所基督所带来救赎甲毋忘，信心的同在甲扶持，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咱今日礼拜到这结束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